但係今日呢，我想講下安史全書裏邊西歸直子有一頁，我覺得好妙，同大家講下。呢個係蓮池大師嘅勸人念佛嘅説話。佢就話：富貴受用現成，正好念佛；貧窮家累甚少，正好念佛；有子終志得託，正好念佛；無子孤身自由，正好念佛；子孝安守供養，正好念佛；子役免生恩愛，正好念佛；無病趁今康健，正好念佛；有病切近無常，正好念佛；孤寡決然無礙，正好念佛；遇難遭逢如此，正好念佛；年老光景無多，正好念佛；年少精神清利，正好念佛；處閒心無事擾，正好念佛；處忙忙裏偷閒，正好念佛；出家逍遙物外，正好念佛；在家知識貨雜，正好念佛；聰明通曉經義，正好念佛；遇老別無所能，正好念佛；學禪悟得唯心，正好念佛；修仙求無量壽，正好念佛。所以係任何處境、任何人、任何階段、任何時候都係正好念佛。富貴正好念佛，貧窮正好念佛，有子正好念佛，無子正好念佛，子孝正好念佛，子役正好念佛，無病正好念佛，有病正好念佛，孤寡正好念佛，遇難正好念佛，年老正好念佛，年少正好念佛，處閒正好念佛，處忙正好念佛，出家正好念佛，在家正好念佛，聰明正好念佛，遇老正好念佛，學禪正好念佛，修禪正好念佛。